新當選之後咧，第一件事就係回應翻我嘅選民對我嘅要求，就係點樣處理好宏福苑嗰個災情。災民佢仲係住緊喺一啲過渡性嘅房屋裏面咧，其實個環境都唔係太理想。無論係我自己啦，或者係成個立法會咧，都應該係幫宏福苑咧係做一個重建，同埋咧喺法例上面咧係堵塞相關嘅漏洞，避免呢個慘劇再去發生。有一啲勞工嘅就業嘅問題，譬如話黑工啦，或者係我哋而家輸入外勞嘅制度可能係被濫用啦。點樣去令到每一個香港人都有一份工作去做，有一份好嘅工呢？呢個亦都係我關心嘅。點樣可以讓我哋嘅經濟咧能夠再復甦呢？唔係淨係靠以往嘅四大支柱，而係可以諗下一啲新嘅經濟，譬如話新能源經濟啦，又或者我哋講緊嘅低空經濟，呢啲咁樣嘅經濟嘅措施咧，其實都係可以令到咧我哋整個香港嗰個就業率啊，或者係經濟嘅發展啊，市民嘅生活過得更加好咯。